一旦選擇兩大兩細嘅組合，換邊個就意味住球隊嘅比賽方式。2.11米嘅拿高斯域喺社交媒體宣布自己加盟廣東隊，但問題都同時出現，一支球隊只能夠同時註冊4個外援嘅情況底下，蘇寧加、森拿、昆恩同麥高爾邊個要走呢？數學上忽略傷病影響係得4種情況嘅啫，普遍組合咧其實係兩大兩細。蘇寧加、森拿同昆恩係球隊賽季初定落嚟嘅人選，佢哋都打咗超過30場比賽，唔單止試過高光，仲試過同球隊共同經歷過困難。場均21.7分嘅森拿係隊中嘅得分王，場均8.4籃板嘅蘇寧加係隊中嘅籃板王，場均5.1助嘅昆恩係隊中嘅助攻王。常規賽到依家，廣東隊只係喺2支球隊面前全敗，正係季後賽有可能遇到嘅北京同上海。呢5場比賽，呢3個人都打晒，而第二階段先復出嘅麥高爾只係喺第2次3分惜敗北京嘅比賽裏邊打咗10分鐘。論球隊嘅戰術嵌入度，蘇寧加最高，其次係昆恩、森拿，最後麥高爾。麥高爾經歷過正選主導持球難以融入，然之後要睇替補上嚟，再殺傷搏罰球，再接手部分嘅組織，成個過程唔算順利。而令人難以割捨嘅就係佢好中意對抗同防守積極，好搏，啱啱好係填補咗另外3個人嘅不足。所以一旦選擇兩大兩細嘅組合，換邊個就意味住球隊嘅比賽方式。昆恩同森拿速度快，個人能力強，但節奏比較單一，製造犯規意識不如麥高爾。喺一啲得分難嘅困局裏邊咧，好容易推快變急，走火入魔。麥高爾咧同昆恩配合會好啲啲，一旦換走咗森拿，多咗一種陣地戰嘅打法，就少咗同時反切嘅雙翼齊飛。單外援嘅第4節大概率用唔到麥高爾。而拿高斯域咧係 CBA 老熟人啦，曾經咧喺稠州、吉林同寧波都打過，數據變化交代咗佢打波方式都喺度改變。外線3分出手比重同命中率提升，助攻策應增加，擁有擋拆下順嘅意識，有對抗封蓋能力，絕招係轉身天鈎。不同於蘇寧加，佢有更加強嘅彈跳能力，得分區域一內一外，同蘇寧加嘅長兩分咧啱啱好，形成咗進攻區域嘅互補。喺徐傑、胡明軒、崔永熙等外線群支撐底下，佢哋可以打雙塔，而且都可以射到3分。咁應對京滬嘅時候，可以多一種選擇。喺球風上，拿高斯域同蘇寧加都有策應能力，空間型打法可以延續到，加埋又係老熟人啦，唔需要太多時間成本。啱過去嘅賽季咧，佢係阿德萊德36人嘅重要輪換成員，31場比賽，17.5分鐘，排全隊第8， 8.2分、6.1板、1個助攻，數據係同球隊角色有關，脾氣同聯賽氛圍有關。佢嘅融入咧大概率冇問題，控制技術犯規係個問題。